后来过来是咱独家的好新闻，为着要来服务到身心障碍的朋友，屏东县政府社会处有一个辅具资源中心，除了会当助手到辅助的工具之外，阁有维修师到厝来服务，身心障碍的朋友拢学到讲真大心。车驶入巷仔底，路到细条，到目的地想要落车，拢真困难。不太小了，里面更窄。里面更窄啊。今日是在电动病床，要来替这个李先生换面床。他椅子反过来。到扶轮椅，还阁做搬运工，帮他们把旧床搬出来。是。所以叫我都将这个电动床搬入厝内。好，放平哦。好。伊是辅助工具的修理师傅，逐工就是驶3栋半的车入去大街小巷，去申请服务的对象厝内维修各种的辅助工具。所以伊要去的是报销价引导。你好，你要维修的轮椅是哪一个？在里面。轮椅歹去啊，爱修理。轮椅骑啊，到底是安怎？规包家私甲摕出来，内面什么款家私头啊拢有。两人真紧就找到各种原因，就开始修理啊。开皮脆化了，因为它是环保材质啊。换新的链仔皮甲零件，无用几点钟，轮椅修理好啊。有较舒适无？有，很好哈。当然了。报销者真欢喜，一直说多谢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辅助工具资源中心，除了辅助工具的助手，还有教会维修服务，对因来讲，上惊拄到无零件。就是要动一下脑筋，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替代，反正完成它所需要的功能。总共有800款，验过拢可以卖倒。对因来讲，上界重要就是新疆朋友有安全的辅助工具通用。若最大的鼓励就是新疆朋友面上的笑容。这足担心的啦。